台湾工艺中心以工艺大师颜水龙的生日，甲6月初5定做台湾工艺节，安排规礼拜活动，要鼓励民众行入去地方去看、去体验台湾的传统工艺。插出来。工艺旅行首发团20个团员摕着行李欢喜准备要出发。工艺中心为着互民众更加深入了解台湾工艺，设计出100条工艺旅行路线，邀请20个网庆作家做工艺旅行团身体民众来开路。经过20外个国家的旅行作家快乐分工，台湾部分工艺工作室无对外开放，即卖因为结合工艺旅行，才开放，互民众会当去参观，看工艺品制作的过程，感觉是真难得。很多老师的工作室，它可能是一个私房的工作室，它并没有开。那我现在觉得蛮好的是说，现在台湾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工艺品变成是一个知识化的一个小旅行。工艺中心讲，6月初5是工艺大师颜水龙的生日，所以甲这天定做台湾工艺节，有办规礼拜的活动。其中工艺旅行路线的设计是想讲，台湾的传统工艺分布伫咧各地，民众较少接触，嘛可能唔知影要去倒位看，所以帮忙安排好行程，鼓励民众透过旅行了解台湾工艺。一般的民众较唔知影工艺伫地，这个概念就是咱用工艺来做旅行。因为我讲工艺人拢是在地嘛吼，咱换山山不来，我们就向山走去。台湾工艺节6月初5起告到6月初10结束，伫咧全台各地有展览、工艺办桌、市集等等活动。主办单位邀请大家刷来3天的连续假期会当去参加。也若工艺旅行首发团体验刷，台湾的100条工艺旅行路线嘛陆续公布，提供民众休假休落的时阵会当去佚佗，体验台湾工艺的水。记者柯川、柯明哲台北报道。